头，小暖给你跳，因为气温嘟嘟嘟好。爱的梦想，自在轻松，本来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米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道，从今一站生命巅峰，洒洒出招，落去天堂，到了该叫路径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俩在微缩，很人生一早细细嘅希望，爱航通。看起世界错也很不错，不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照片吗？好像是哎。借我看一下。我要看。东东和小温在一起，好奇怪哦。记得心中的烟痕飙下来，心中的开，路怎会烦？干嘛你表情那么严肃？这是我的勇气，希望你能接受我的心意。对。阿婆，哎哦，你也想用暗用人哦，答案太咁就人咬卡。对不起，你来做嘛？我找糖糖。糖糖冇睬哦。那我等他。迄糖糖根本都冇上看到，唔是等的啦，好转的啦。那我就等到他肯见我为止。唔也怎样用暗硬行哦，哈！佢根本都冇想我看到，等他叫咩冇用。好啦，出去好出去啦！这玩好做嘅啦，用暗用咯呐！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也不敢期待你会原谅我，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逃走了，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也没有再说过一句话。可是我没有一天不是在想，如果我再见到你，我要怎么跟你道歉？我知道这些日子以来你一定过得很不好。你怎么可能知道每次举手都痛到想哭的感觉？你怎么可能知道，当别人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你手上的疤，你还得笑笑回应？当我看到啦啦队在帮别人加油的时候，我却连买票进场看的勇气都没有。当其他女生在海边穿着泳衣游泳，
我连站在岸边都觉得很丢脸。当大家放学，开心的出去玩，而我呢，我却得待在医院里做复健。你知道吗？不论晴天雨天，冬天夏天，我都得穿着透不过气来的压力衣，期待自己总有一天会好起来。本来我以为自己一定可以站上啦啦队的舞台，凭着自己的力量帮别人加油打气。可是，没想到现在的我，居然变成需要被加油的人。如果是你，你能原谅那个造成意外的人吗？虽然我知道，不管我做什么都没有办法让一切回到从前，可是只要每次我看到你许下的愿望，都让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轻易的放弃任何希望。愿望说出来，就不会被实现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面对你，告诉你我心里的想法。我只能默默的在你身后守护你，用白目宇宙人留言，陪你回到新竹，偷偷到阿婆家看你。自以为简单的守护着你，就可以让你度过那些阴霾，但是到头来，其实还是因为我自己不勇敢，不敢面对你。可是我觉得，与其让我们的关系停在原点，还不如让你知道。我愿意陪在你的身边，度过这一切。不管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这就是我加入企鹅里的竞技啦啦队之后学到的勇气。你亲哦哎，每天在那边闲没事做，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少烦恼。你在做嘛？冇嘢啊？你係乜人？你看啊，
困了。啊，你去困体了？冇笑啊！可能佢走起来，你还抽云龙诶。那你亲口啊？吞吞，佮总算有勇气通讲诶。你别卖贵啦，你都太用的啦。冇事情哦，看我一只啦。我问你，你做出第吞吞佢走起来嘛？你做埋嘅唔讲，你到底有老外当中硬向天冇？唔係做咩人唔當到啲硬上天嚟，真冇人講，人家唔該。你真見巴到硬要創唔中嘅社會啊？唔是笑啦，你答應過嘅事情聽說會做到，不管樣誒，我聽說會笨吞吞做人嘅社會朋友啊。差班落去做嘛嘅啦？你若件事情就問吞吞，你只講一件聽就好咧。又沒人講好就好。不管親密吞吞，叫一些嘛啥，我都會接受啦。跟有老幾強下冇強下，咩嘢事情啊？吞，我没有很好。你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干死！写个信而已嘛，用不烂。熊英呀，迄讲你要拒绝一个女生，有没有想要送花去？你会有做啊？你听俺个意思嘛？你就把你想说的话老老实实的写出来啊！哎，看，不能看！怎么可能？吞吞喜欢你啊！温天晴哎，我们认识的吞吞哎。做马该啦，哪有马给唔好呀？这个，你们也太不配了吧！我警告你，不准把这件事情讲出去。我请问某兄的本领比张会救而已啊！我凶斗还嘟斗。看，这个是。遇到我有什么不好啊？哎呦，你放心啦，不会说出去啦，而且我还帮你想办法。我才不要相信这什么八卦传播站的人。我们终于养了。黑某，你发誓啊！如果你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你的鸡就会烂掉。快点啊！好咪，发誓就发誓。我发誓，要是我把今天说的事都讲出去的话，我鸡鸡就烂掉了。这还差不多。要我帮你想办法。好了，用什么颜色的？紫色就好了。吞吞，我觉得我们还是当朋友好了。烂死，演连续剧啊！
真的，我没有很好哎，你真的要喜欢我吗？嗨。嗨。对不起。干嘛这样啊？这有什么好道歉的？我早就猜到结果会是这样啦，没关系啦，你不用在意。这封信我就不看了，你拿回去吧。如果看了信，我会觉得好像被你拒绝了2次。哎呦，如果你真的想道歉的话，那从明天开始，每天请我喝一杯珍珠奶茶。没问题，每天10杯都可以。你想害我肥死啊？哎，你写清楚一点好不好？这到底是1还是7啊？啊，你下太简单了啦。还有你这边这两应该调换过来。我老师去家己。你跟我做点起来，我也不会想要麻烦你啊。放心上，你该不会这么没有同情心吧？要迄若是变严重诶，歹势也都相骗来控告诶。很怕，谢谢你帮我送回来，让我省掉重洗的钱跟时间。不过，办方的其他同学没控告诶。哈？歹势啦！唔是费斯里，迄某老董事报关后给你，我会复解。12号。问讲唔好上岸多，先生却爱用，免人心热啦。乃董人哋，乃识叫按叫啦。用诶。无啦，我知道唔人爱先生，一定对。小雅吗？你有没有空？要不要出来喝东西？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再约。好，拜拜。中华可以啦，你做嘛你笑？你这玩意干骗啦！
马上看了新的我唔骗啊！明明就是吞吞去当中英啊，你还暗用下，你上过吞吞去干什么？唔系要按你老大兄讲的啊，伊讲安尼真简单啊。乜真简单，吞吞去可能会有几艰苦问题嘛？唔怕啦，反正佢有无看到新的。韩国挨去前期嘅时间，佢看起来好好啊，有可能佢其实无种应该。你讲喺买法，乜嘅唔怕？吞吞佢不按呢，迄惊人看到佢动艰苦问题嘛？你真应较了解伊，亲某并爱了解。请问你找谁？阿姨你好，我是吞吞的同学，请问吞吞在家吗？不在，还没有回来哦。哦，好，阿姨谢谢哦。金奇去哪了啦？电话怎么没接啊？我调成震动了，没有听见啊。我希望我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我继续当你的伙伴，你不要有压力。就跟之前你帮我补习一样，所以现在温天行，我要用伙伴的身份，很认真的告诉你，不要再盯了，不开心就要讲。不开心就要表现出来啊！假装只能让你更难过。吞吞，吞吞，我们就当好朋友。什么事情都可以讲的好朋友。俗的，也俗的哈
是我爱作伴。哈，可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俩杂猥琐，轻盈生意杂细细嘅希望。这么早？那杯珍珠奶茶是要给我的吗？对啊。这杯太甜了，明天记得买半糖的。哦，我记一下。找不到笔记本了，找到了。等一下。早。早。早啊。昨天晚上谢谢你。你抽完不做嘛嘅啊？其中一个人关是谁？无。真无咩？甲讲哦，哪有讲无咩？我冇闹的啦。我会讲酸。恭喜你哦，你们篮球队打赢人的，接下来要打冠亚军赛了吧？哎，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啊？你球了不起哦。干嘛？你是不是在对方的水里面下药？什么下药？讲什么东西？你少装了啦！你没下药，他们昨天下半场全部拉肚子。我怎么知道？你去问他们啊。好啊，那你告诉我啊，你昨天在休息室的水里放的那包东西是什么？现在你看见了，为什么不阻止我？你不阻止我，其实你也想赢那场比赛吧？而且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大家。如果对上没那场比赛，球队的伙伴要怎么参加繁星计划？要怎么保送大学？其实你也是受益者啊，只不过坏人由我来做。你该好好感谢我才对啊，而不是在那边指责我吧。如果我这样才能参加繁星计划，我宁愿不要。你不要，还有很多人要，所以不要给我乱讲话。像你画斧头兔的样子，你画这是什么东西？哎，大小，你画的好像蓝龙在鬼屋里面吓到尿都快喷出来的样子。哎，他要比赛，你要心情搞这些有的没的。哎，这是你自己叫我画的。你现在怎样？哎，好了啦，蓝龙说的也对啦，比赛就快到了，我们是不是要多增加一些练习时间啊？哈，练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哎，而且东豆腐说过啊，越大的比赛就要越放松啊，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加强练习。老师的意思应该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加入啦啦队的初衷吧？我们的初衷就是放轻松啊。对嘛？我赞成他说的话。熊仁康，你怕蓝龙揍你，就不怕我对你怎么样？
你会对我怎样啊？他会这样。妈妈去。然后放屁，大熊放屁好臭，大熊放屁好臭。方老师，你好，我是唐佳桦。老师，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希望你可以答应我。呼吸放松，再下去。吐气。大海沙洲，吹南凉风，一路四都改走三当红，输给米头，小暖给你跳，因米给温度度。大家边动作边听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社团将会有一位经理。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唐佳桦，你们可以叫我糖糖。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企鹅里的队的社团经理了，请多多指教。让我们用掌声欢迎糖糖的加入。吞吞，我今天跟你一起搭校车。你的脚踏车呢？早上不是还看到你骑脚踏车来学校的吗？哦，我刚刚去车棚牵车的时候，不知道谁那么狠哎，把我前后轮胎都刺破了，所以我今天要搭校车。走啦，上车啦。吞吞，我觉得啊，糖糖能加入我们企鹅里的，真的很好哎。他有啦啦队的经验，这样对我们一定有帮助啊。是啊，而且他个性很好，约翰队上很多人都认识。吞吞，你有没有觉得东태夫跟小文在一起啊？你看他们两个那么好，又认识那么久了，而且还住在一起，说不定日久生情啊。啊？干嘛这样看我？你今天很奇怪哎，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八卦的事情来？哪有？我要下车了，明天见。等一下，司机，等一下，我要下车。
团团，你怎么下车啦？你家不是还有好几站吗？那个我忘记抄回家作业了，所以那你也可以到家以后再打电话问我啊。对哦，我忘记了。我们不是说好以后就当好朋友？我知道啊，你不要误会啦，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好吧。这是今天的回家功课，你赶快抄完，赶快搭下班车回去吧。谢谢。好嘞，接下来就等着吃宵夜喽。有一件事情，想要谈看你意见。乜意思？你还记得咱头摆的啦啦队嘅班教练无？班教练。哦，唐贡他去日本读研究所了，因为你们还有联络啊？他日本过得好吗？庆应大学愿意支付你全额的奖学金，这个机会很难得哎。那你考虑乜嘅？我当然抵押迄个同学嘅机费，不过万一他带个啦啦队，临时就会比赛了，咱用做的抵押这时间离开。怎么听起来你有点犹豫啊？嘿莫，就唔是么娘意见嘞。我唔知，我嘅意见对你那么重要。莫讲笑诶，你做得真紧着的嘛？发好了，发好了。啊？这个是我在杂志上看到的。如果你有什么事不能做决定的时候呢，就把你脑袋的画面给画下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潜意识里面在想什么啦。啊？发好来啊！阿莫姑，你还发了做咧将来无？哎，你发干嘛？头那么暗断，你狗师傅啦？我娘师傅啦，哪来？哎，
等一下啦，你多大会法拉做买喏？阿纯国有飞哦。哎，这你会有飞哦？老马啥？我难道做买？大湖欣赏啦，做的嘛？咪大湖，照佢，摸一半，照佢，摸一個。哎，人真叫我有飛哦，我罵啥啊？就講咩？冇講，我都會家人咯，冇講哦。好啦，咩唔算係約飛啦，像係藝。我告白。阿純姑會讓你告白哦？哎，都喺罵啥？你就講咩？老公幫你按水啊？你沒說事啊？還沒說事？我到底杯都喺寫妹身上，你結婚佢有男朋友嘅啊？真嘅係大胡老師哦，馮優儀。哎，馮優儀呢？東條夫呢？馮優儀呢？東條夫呢？馮先生有買唔好啊，拜託。哎，啦啦隊嘅教練馮優儀呢？你唔知有東東嘅阿叔小文強下？生意呢，就是生意呢。有的事情哦，你睇有都底耶。媽嘅聲音你覺得聲音呢？馮優儀，哎，你想清楚啦。你還無夫用不要年哦？啊？安志生。哎，阿川嘞，等一下啦，唔平常時哦，做到按錄本。做較歹條條誒，會較好看。做得啦。奇怪，你阿東條夫又冷又硬又無咪絲，因為按懂你好深哦，我可能給出條夫啦。喂，嘉先生啊，好，我哋咧，什麼？冯先生，冯先生，
冯先生。冯先生，我想要让人讲，其实我中医长久的，可是我希望做让人强下三王大兵，也係我心意。 唱数下来。Yes, I do. 车先生，车先生，车先生，车先生。 去到要做嘛？来啊！哦。睇天涯都記下來咧，揾麻煩已經出嚟本睇架。哦。佢們安排睇架來要做一拜排練，做得熟悉下重踢。真是比賽一段時間啊，真唔會睇見嚴重發生意外。車先生，車先生。 車先生，你講翻完堂冇？啊？冯先生，其實我方佑儀，林宗翰，你怎麼會來這邊？跟你一樣啊，來看場地啊。哎，我剛在登記簿上啊看到你的名字，我還以為同名同姓嘞，嚇了一跳，真的是你啊！ 方佑儀這個名字應該沒那麼普通吧？林宗翰就難說了。上次我在新聞看到，宗翰是台灣菜奇亞米亞第1名。嗯，哦對了，什麼時候要去日本啊？慶應大學，哎，你千萬啊要把握好這次機會，不要啊辜負了教練的熱心。你們講一下你之前為什麼會受傷？ 因為我看到那裡有火，然後我就衝進去，因為我以為我的好朋友在裡面，但是沒想到我就因為這樣被燒傷了。但是我不知道火是他放的。那個放火的人是你同學嗎？嗯，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林博宇，我跟他是一起練啦啦隊的好朋友。 聽說你中間就一直做復健，甚至還跑到新竹來療傷。但現在我們看到你是啦啦隊的經歷，我想知道一下你是怎麼樣從火傷裡面走出來的？嗯，我在網絡上看到一段話，他說，最先道歉的人不一定最勇敢，最先原諒的人不一定最堅強，但是。 最先釋懷的人，一定最幸福。這就是我現在的感覺，而且有這麼多愛我的人，還有阿婆陪在我身邊，所以我就走出來了。馮先生，有地方前面應該聽錯人講，你做人去搞我冇？其實董叫超，我係冇得講嘛。 如果你要修人來購買，我想幫你送程序章購。哇，有打 up！ 锻鍊那麼久了，底層高度還是不一樣啊！來下。來了，真拍死了。周雲農，既然他走了，那個屁。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ot Let's go！ 兩個愛追其他的，鄰居該開始 sunset， 是我書包砸掉 ，say hello， 等你 open the door， 天空就會瘋狂的舞蹈 ，keep me 風口，愛你容量
变心不通讲，爱母咪生爱母咪母咪，爱水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伫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条，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 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口嘞，也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梦唔错，也是不爱做我。半个一改 word， 声声滴滴，听到滴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爽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很爱需要摆体嘞，爱最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伫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条，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 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口。是不爱做我，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嘞，哟，用袂哈忙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差不多了啦。对于运动员的这个梦想的实现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这个篮球员出身。那在这个学习的历程当中，其实每一个球员，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个期许。就像在这个高中的时候，我们全队要打进这个前6名才可以保送大学。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多次的比赛，也会输掉，甚至会遇到挫折。那甚至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自己哪个动作或哪个环节没有做好。那其实这个失败跟挫折就很正常，但是只要永不放弃，那相信这个梦想一定可以达得到。